新樓嚟講，如果想要獨立式廚房，一定要睇呢一間順裕天匯4房單位，建築面積1369尺。呢個單位一樣前後通，客廳呢邊望翻個漁翁街，而房間嘅佈局全部都係望翻水塘。喺順裕天匯呢一邊獨立式廚房嘅單位係比較少。如果對於呢一個廚房係非常之執着嘅話，一定要 mark 低呢一個 B 單位。對比其他1000尺嘅4房，呢一間足足大咗成300幾尺，咁可以睇埋啲房放晒床同家私同櫃之後個空間啱唔啱你用啦。咁喺呢一個位置咧就收埋咗間客房或者工人房，拉落嚟就可以瞓噶啦。最特別之處咧就係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對出有一個私人嘅露台，可以望翻水塘景。基本上你行到出去，大賽車由呢個海角遊雲一路揸到去客廳嗰邊發格灣，你全部都睇晒。鏡頭前嘅你對於4房有要求，上獨立式廚房1369尺，順裕天匯2座 B 單位，mark低呢一間啦。全棟順裕天匯300個單位，只有呢個單位係可以俾到呢個要求你，一共加埋都係得12間左右啫。首期嗰方面都係大約20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呢個單位啦，甚至依家印花稅都係非常之優惠。